大家好啊！我哋又嚟咗呢藝術陪伴嘅第12集。今集係講呢家係和氣嘅地方，家呢係和氣嘅地方。即係唔係話講你嘅地方啦嚇，越講道理呢就越慘噶啦，越攻擊對方噶啦，越多誤會噶啦。咁咧呢一個資料呢，係依呢一個呢我最近嘅講座啦，就係叫做家庭團體繪畫治療呢，結合呢個遊戲治療呢，就同大家分享嘅。咁希望大家鍾意啦。咁即係講返頭先講話家係和氣嘅地方啦。咁有句話係睇電影嘅時候呢，我哋成日都聽到㗎，就話最黑暗嘅地方呢，螢火蟲嘅光呢就越亮。咁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如果你屋企呢係一個難以溝通嘅地方呢，或者一個呢令你呢成日都覺得有壓抑嘅地方呢，咁呢個地方呢就需要呢你發光發亮啦。當你發光發亮嘅時候呢，你就會將屋企嘅誤會啦、屋企嘅唔和諧啦，或者屋企嘅對敵呢，就會化解啦。其實呢，你唔好以為我平日對朋友都咁好，但係點解返到屋企呢，都係覺得對屋企人冇辦法咁好似朋友咁和諧相處呢？其實呢個源於一個心理作用嘅。如果你個個性呢係屬於比較強勢嘅，即係話我一定要點樣點樣點樣，或者呢你個個性呢係屬於呢即係有佔有欲嘅，或者呢比較想控制人哋嘅，或者呢你嘅個性呢就想即係點講呢？即係話你有啲掌控權嘅。咁通常呢一種咁嘅心態呢，都會呢使到家庭呢會緊張嘅嚇。咁呢，我哋睇翻起我哋嘅中國嘅離婚率啦，我哋講少少啦。咁響1991年到2002年呢，離婚率呢只不過係0.7% 到0.98%嘅啫。咁但係到咗2003年呢，到2010年呢，離婚率呢係高咗1倍嘅，就係1.05到2%嘅。咁慢慢呢，就到咗呢個2011年呢，就係2.3%，到咗2013年呢，就3.6%。咁到而家2021年呢，到2024年呢，咁呢係非常之高㗎啦，已經嚇。咁大概每年嘅離婚嘅夫妻呢，大概有400萬對。咁其實我點會提起呢樣嘢呢？就係有時我睇下微信嗰啲視頻啦，哇！結果睇到好多人呢，響呢個離婚嘅事務處呢就排隊喎。咁每日都係咁多人，咁我就問我朋友呢一個問題，究竟係咪呢件事？咁啊，終於呢就證實咗，真係有呢件事㗎。咁甚至有人講話，而家港澳台嘅離婚率呢已經達到呢1/2㗎啦，即係話每2對夫妻呢就有1對離婚㗎。咁以前呢，我聽個數字係每3對呢就有1對離婚。咁其實都好驚人㗎，即係話唔完整嘅家庭呢會好多啦，單身嘅家庭會好多。咁所以希望就話如果真係我哋認識咗對方，想同對方生活一輩子嘅時候，生活一生一世嘅時候，其實雙方都需要努力嘅。咁如果雙方嘅個性各方面嘅思想都有誤會呢，我哋應該要努力呢去改善嘅。咁樣呢，我哋先至可以呢，就係白頭到老啦，開開心心。咁白頭到老，開開心心係咪一件好容易嘅事呢？答案呢就係唔係容易嘅事。咁我記得我點解會響呢個婚姻裏面呢會有轉變呢？其實呢，我同我太太嘅個性呢都係天淵之別嘅。咁我係一個好窮嘅細蚊仔出身啦，咁我太太係一個好富有嘅人家出身咁樣。
咁我係好吃苦啦，同埋好願意去嘗試新嘅嘢啦，表現自己啊。咁我太太咧係一個好害羞嘅人嚟㗎，咁唔夠膽上舞台啦，唔夠膽發表自己嘅言論啊，或者表演啊、唱歌等等。咁我係同佢好多個性上都係唔同嘅，咁自然會產生一啲啦，即係彼此之間嘅僵持啦，或者彼此之間嘅誤會啦，甚至咧彼此之間嘅唔尊重啊。咁咧有一日咧，我就上飛機嘅時候，因為咧我爸爸過咗身咧，我就返澳門生活。咁要返澳門工作嘅時候咧，我就上飛機，突然之間咧有個心裏面有個衝動。就話如果我個太太過咗身，我會有一個咩嘅感覺呢？結果呢，我就叭聲咧就流晒眼淚出嚟。咁點解會流晒眼淚出嚟呢？原來我係好愛我太太嘅，原來我係好唔捨得我太太嘅，所以我就從此開始，如果我個心理學博士呢讀完之後呢，我一定要好好地呢返到嚟我太太身邊呢，好好地去關心佢，好愛佢。咁其實咧，我嘅家庭咧，原生家庭咧，係一個冇辦法溝通嘅一個家庭嚟嘅。我嘅爸爸係好固執嘅，唔識得同我哋溝通。我阿媽咧都係好慈祥啦，不過就話有啲嘢咧就係亦都冇辦法明白我哋嘅，或者係根本冇時間理我哋咁樣。咁我太太嗰方面咧就係咧，佢係有錢人家咁樣啦。咁爸爸媽媽都係喺律師界好有名咁等等。咁佢哋都係好強勢嘅，即係爸爸媽媽都係一定要聽佢話咁有時我太太嘅建議啊，或者係禮物啊等等啊，佢哋都有意見或者係唔接受等等，咁變成都好難溝通。咁我嘅家庭同我太太家庭嘅原生家庭咧，都係嚟自一個咧冇辦法去暢順溝通嘅一個家庭嚟㗎。咁咧就會有一個咧，即係有一個障礙喺個心裏面啦，就話咧冇辦法咧，好地咧坦然啦，喺屋企人咧就解決好多問題啊等等啊。咁其實咧，我今次想做呢個節目咧，都係希望咧就係話分享下究竟喺呢個種種嘅困難裏面，種種嘅問題裏面咧，我哋點樣去化解咧呢啲咁嘅緊張嘅關係啊？點樣可以建立一個和諧嘅家庭？咁係咪我係做得好好啊，我做得好叻啊，或者掂晒？其實係錯嘅。到而家為止咧，我只不過係咧進步少少。不過我覺得呢個進步少少咧，都可以幫到好多人嘅。因為我響教藝術治療師嘅一個訓練課程裏面咧，我亦都將我嘅自我改變嘅經驗咧，都會分享俾啲人聽嘅。咁啲學生聽到都覺得好感動啊，好幫到佢啊等等。咁我都唔知今個節目會唔會幫到大家啦。不過就話喺我嘅角度裏面咧，我點樣去改變我自己啦，同大家分享下。咁咧繼續落嚟咧就係一個家庭團體一個治療嘅目標啦。咁分開4大點嘅。第一點咧就係增進家庭嘅成員嘅溝通。咁頭先講過咧，溝通係好難嘅，但係溝通咧係一種態度。咩嘅態度咧？就話你永遠咧唔好批評對方啊，唔好判斷對方啊，唔好覺得對方係唔啱嘅啊。咁咧點樣去積極啲去面對對方咧？就係有個好奇心啦，啊，去聆聽對方啦，去聽完對方講乜嘢啦，去肯定對方啦，去愛對方。咁呢個係好重要㗎。咁第二點咧就係促進家庭成員嘅情感表達，即係咧佢想表達啲咩咧，你就去盡量去讓佢表達，盡量咧讓佢去發揮嚇。咁第三個咧就係咧提升咧家庭成員咧解決問題嘅能力。意思即係話咧出咗問題咧，我哋唔好去逃避啊。屋企咧收入唔夠咧，點算咧？我哋就去工作啦，就去賺錢啦，咁咪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係嘛嚇？咁我哋屋企咧需要去旅遊喎，咁我哋就安排下點樣去散下心，一齊開心做個好嘅旅遊咁樣啊。咁
咁啊細蚊仔功課唔得喎，我哋點樣去即係幫助細蚊仔咧跨出佢嗰個做功課困難嘅一個問題咁樣。第四個咧就係咧促進家庭成員嘅親密關係。其實咧親密關係咧係要營造嘅，唔係天生天跌落嚟嘅。譬如我太太成日都缺乏安全感嘅，咁啊缺乏安全感咧，我就要陪伴喺佢身邊。咁咧佢甚至咧會覺得即係行路嘅時候咧，拖佢隻手咧，佢有更加大嘅安全感。瞓覺嘅時候咧，揾隻手咧搭下佢膊頭咧，摸下佢隻手咧，佢就會覺得好有安全感。呢啲咁嘅安全感咧，其實喺女性嚟講咧係好需要㗎。我哋男仔咧，因為發覺同對方溝通得唔好咧，我哋成日都咧缺乏去做呢啲咁嘅行為上或者係嗰個表情上嘅支持同安慰。咁呢個係咁樣講嘅，就係越不安全嘅心咧，越要努力去維持。咁其實咧使到對方唔安全咧，其中一個原因咧都係跟自己有關嘅。你即係男仔咧，有時咧係比較容易啲去逃避事實㗎。咁既然係容易逃避事實咧，我哋就會產生一個好容易逃避嘅心態。咁但係逃避嘅心態咧，對家庭嚟講咧係更加受傷㗎。所以我哋咧千祈唔好逃避。咁你越逃避咧，個人咧雖然喺屋企住喺屋企，但係個心咧唔喺度咧，咁對方係感覺得到㗎，感覺得到你係冇心喺屋企，冇心喺個家嗰度㗎。咁所以咧，一定要咧注意自己，千祈唔好去逃避，要維護咧對方嘅安全感。我舉個例子啦，譬如有個人話，其實夫妻之間咧都需要有個翻譯器嘅，因為咧都聽唔明咧對方講咩。咁譬如佢話，太太話屋企有一大堆垃圾，咁嘅意思係乜嘢咧？就係叫你抌咗啲垃圾佢咁樣咯。咁嘅意思即係翻譯成為抌咗啲垃圾佢。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維護對方嘅安全感啦。咁至於垃圾方面咧，對於我哋屋企人嚟講咧，係一個真係非安全感嘅一件事情嚟㗎。咁咧無論係我太太啦，我個外母啦，都係好容易緊張呢個垃圾咧掉唔到去垃圾車度㗎。所以咧，我就會咧將垃圾車嘅時間啦，朝頭早7點半要掉垃圾㗎，8點鐘有一個，咁咧10點鐘有一個，咁8點半有一個，咁12點半有一個。咁2點半有一個，3點15分有一個，咁6點50分有一個，7點半有一個，8點半有一個。咁咧我就會將呢啲咁嘅成日倒垃圾喺我屋企附近嘅一個情況咧，我都會 mark 低晒。咁咧隨時隨地咧準備好咧呢個垃圾咧可以丟得到。咁你會覺得呢個係咪咁愚蠢嘅行為啊？咁少嘅事情都咁緊張，事實係㗎，好多嘢都係㗎。對方係緊張，對方係焦慮，你要解決佢嘅焦慮嘅困局。你唔好去批評佢，唔好去論斷佢，唔好去評價佢，將佢嘅安全感咧補翻過嚟。咁咧後來咧我就即係喺祈禱當中咧，我都問天主，主啊，有冇啲更困難倒垃圾嘅方式咧，可以俾我嘗試啊？咁結果咧有一日咧，我就發覺咧人哋咧拉住隻狗咧帶咗幾嚿咧大便咧喺我個外母嘅屋企，同埋喺我哋屋企。咁我咧就好驚呢樣嘢嘅，我從細到大都好驚處理呢啲好臭好難頂嘅嘢。咁但係呢一個工作咧，真係只係交俾你，其他屋企其他嘅鄰居咧係冇辦法去處理嘅。咁讓佢咧臭氣沖天咧，就擺喺你個門口。咁我就攞咗個垃圾袋咧，就將佢執起嚟，咁掹住個鼻，唔俾自己深呼吸。咁樣就處理好咧，就掉落垃圾桶咧，就
再掉落垃圾車。咁呢件事咧對於我嚟講咧好大嘅突破嚟㗎因為我要幫到人哋咁後來咧我自己嘅熱心咧、熱誠咧越嚟越有啦，我就抌垃圾嘅時候咧，順便幫鄰居抌埋垃圾，咁咧順便咧幫我哋咧成棟大樓咧嘅地板咧做打掃啦、清潔啦等等。咁呢啲咧都慢慢咧練淨我自己咧去付出因為有時咧你話要同屋企人付出係好難㗎你一定要練到自己咧能夠隨時隨地咧願意幫對方付出咧先至可以，所以咧我就會咧偶爾咧會送啲食物去俾啲流浪漢啦，練習下自己嗰個慈悲嘅心或者咧喺個公園裏面咧執垃圾練淨下自己咧去付出，咁樣咧就會喺屋企咧就願意去打掃，願意去清潔屋企。我其實係一個唔願意打掃屋企嘅人嚟嘅，同埋咧因為以前咧我澳門嘅生活咧有工人啦，乜嘢都幫你做晒其實咧自己高高在上嘅心咧係好強烈嘅，即係話咧自己好好硬頸嘅一個人嚟嘅，好固執嘅一個人嚟嘅，好強勢嘅一個人嚟嘅咁其實咧專家話咧強勢嘅人咧其實就係一個愚蠢嘅人嚟㗎因為做一啲嘢咧對別人冇幫助，對自己又冇幫助咁呢種行為叫愚蠢的行為。咁咧其實咧即係我知道之後咧我都好好地去悔改，好地去懺悔，或者好地去告解。咁呢個係幫到我㗎。咁我記得以前咧我細個咧我個仔咧係一個即係好容易做錯事嘅人嚟㗎。咁我咧就聽到話打係情罵係愛咁我就會打罵我嘅細蚊仔咁嗰陣時佢喺幼稚園，咁發生好多事情咁樣幼稚園咧搞到咧天翻地覆咁樣。咁後來咧我學咗賞識教育之後咧，我發覺原來可以去賞識佢嘅，去支持佢，去鼓勵佢嘅，去愛佢嘅。咁樣咧佢嘅生命咧亦都有翻天覆地嘅一個改變。咁我亦都咧成為咗呢個賞識教育嘅一個專家啦。咁咧到處去演講等等。咁其實呢啲咧都係自己嘅改變咧造成嘅咁其實每一日咧去愛家庭，去愛家人咧係唔係好困難嘅事情係我哋願唔願意一個心嘅啫。咁咧下面咧有幾個指標係點樣去改善去評估嘅。咁第一個可以評估你哋嘅關係啦，咁第二個咧可以評估你哋嘅情緒管理啦，第三個咧睇你哋嘅溝通能力啦，同埋第四個咧就係個解決問題嘅能力。咁而家咧亦都有好多 AI 嘅軟體咧，都可以幫助你咧去明白呢啲事咁當我知道要同屋企人好好地去付出嘅時候咧，我就好願意咧為我太太啦做早餐啦，好願意為屋企打掃啦，掃地啦，拖地等等，清潔等等。咁呢啲咁嘅事情咧係日復一日，日復一日都去做㗎。咁成為咗習慣之後咧，就變成一個好輕鬆嘅一件事情。同埋咧，因為呢一個事情咧，使到屋企人嘅關係咧越嚟越和諧。咁咧就大家可以試下啦。咁短短10零分鐘，即係同大家分享我嘅改變。咁希望啦，你都能夠咧試下去改變自己。啱啱開始係好困難㗎，但係咧天主咧會俾你能力㗎。會賦予能力，或者你做唔掂嘅話咧，你可以求天主啦，幫助你去往前行一步咁樣嘅。咁以下咧，我有個練習咧，就咧即係鼓勵大家喺呢一個過程改變自己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有一個核心嘅價值，就係你首先要覺得自己係尊貴嘅，你首先覺得你係值得㗎，你首先你覺得咧你係天主嘅仔女。你首先覺得咧自己擁有咗呢一種安全感先，擁有一種咧從天上降落嚟，使到你咧能夠滿足滿全嘅一種愛嘅感覺。咁
咁樣咧，你就願意咧去付出。一個人咧係冇辦法咧係隨時隨地去付出，除非佢嘅心靈係好健康，除非佢心靈係好全滿。所以我哋首先咧要練習自己個心靈咧係全滿嘅，係滿足嘅，係快樂嘅，係健康嘅。咁樣咧，你先有能力咧去愛你屋企人，去付出去做家事㗎。咁但願咧，大家咧能夠向呢一方面咧繼續努力啦。咁咧聽完呢一個練習之後咧，我哋個節目咧就完啦。咁首先同各位拜拜先，拜拜！祝你哋咧繼續相信家係可以建立成為和諧嘅地方嘅，家係和諧嘅地方。拜拜！閉上你嘅眼睛，深深吸一口氣，感受到空氣進入你嘅肺部，讓呢一個清新嘅能量注入我哋嘅身體。隨着每一次嘅深呼吸，讓你嘅身體逐漸放鬆，心靈隨之而安定落嚟。在寧靜之中，請你想象自己站喺一片草地上，溫暖嘅陽光照亮着你。呢個安全和平嘅空間係屬於你嘅。感受大地嘅力量，將全身投入去天地萬物當中，將佢有聯繫，一種深深嘅穩定嘅感覺，好似你向宇宙裏面係一無所缺嘅，你嘅存在本身就係無比珍貴嘅禮物，因為你係宇宙嘅一份子。現在請你想象一下，前面有一道光，呢道光帶畀你溫暖、柔和、充滿活力。呢個光亦都係神聖之光。呢道光告訴你，你係天賜嘅王子，你係天賜嘅公主。你嘅靈魂係尊貴嘅，帶上天上嘅旨意，擁有無限嘅潛能嘅價值。你係天上嘅王子同埋公主。呢一刻，請你將懷疑同埋不安放埋一邊，專注呢份光，呢份光帶畀你神聖嘅力量，喺你嘅血液當中流動，滋養着你每個細胞，被愛，被珍惜。喺呢個世界上，不僅僅係為了生存，更係為咗一種崇高嘅使命。你就係天地嘅王子，你係天地嘅公主，擁有無限嘅內在嘅力量同埋智慧。現在請你慢慢將呢道光收回到你嘅心中，
成為生活中不可分割嘅一部分。當你迷惑、迷失嘅時候，記得呢道光係天賜俾你嘅，你係無限價值與潛能嘅王子或者係公主。當你準備好，慢慢睜開你嘅眼睛，帶着呢份內心嘅光芒，繼續前行。你擁有無限嘅力量，因為你係尊貴嘅存在。無論走到邊度，呢道光都係陪住你嘅，指引着你嘅。